这期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土伯特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土伯特与尼泊尔边境地区发生严重洪灾；达赖喇嘛尊者在拉达克出席夏季大辩论法会；司政边巴次仁在新德里会晤各界政要；世界各地藏人悼念罗嘎让赞自焚殉难49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土伯特吉隆县与尼泊尔拉苏瓦县接壤的边境地区于本周三8月26号上午突发特大泥石流洪灾，流经该地区的伦德河沿岸的吉隆县以及拉苏瓦县等地大量房屋被冲毁。据相关媒体报道，目前已知已有超过1500人死亡、受伤或失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从监控录像及民众拍摄的不同视频中可以看到，仅在吉隆口岸的一个地点，就有大量房屋被洪水冲走，数百人在顷刻之间失去踪影。中国政府在隐瞒1天的伤亡情况后，于27号公布，土伯特境内至少有558人失踪，3人确认死亡，其中包括260名外国人。而根据最初的报道，尼泊尔方面超过900人失踪，至少332人死亡。而尼泊尔境内5个分散的藏人定居点也被列为此次洪灾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土伯特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在闻讯后，于本周四8月27号通过官网发表慰问函，对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严重损失表示悲痛，并向遇难者家属及受灾民众致以深切慰问。尊者强调，鉴于该地区过去也发生类似灾害，这些事件无疑反映出气候变化或其他更深层次的因素。他希望有关方面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采取适当的后续措施，尽力避免类似灾害再次发生。美国地质调查局也于27号表示，这次事件实际上是一场由冰川崩塌造成的泥石流，并且在伦德河流经的吉隆口岸及尼泊尔北部地区沿岸造成灾难性影响。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也于当天在 X 平台上贴文，向遇难者家属及所有灾民表达深切哀悼和慰问。他在视频讲话中确认，居住在吉隆县的藏人以及尼泊尔拉苏瓦县格杰林藏人定居点的成员均受到灾害影响。由于灾群规模尚难全面确认，多名藏人恐已遇难，另有多人下落不明。藏人行政中央于本周四8月27号在达仁萨拉的大乘法院举行祈福法会，为此次灾害中的罹难者祈祷，并为所有受到灾害影响的人民祈福。嘎夏也于随后发表新闻声明，向遇难者表达哀悼，并声援所有受灾民众。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已指示尼泊尔的藏人定居点办公室及个人立即开展紧急救援工作，并呼吁全球藏人捐款及提供支援援助，支持灾区重建和救援工作。另外，土伯特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日8月23号莅临印度拉达克的马陀行宫法会场，主持了第12届夏季大辩论法会的最后一场辩经活动，并发表慈悲开示。尊者在开示中表示，藏人长期保存并延续了源自那兰陀的佛学传统，尤其通过辩经传承和发展逻辑思辨的学习方法。他结合自身童年求学经历，强调传统佛学教育的重要性，并指出藏人所传承的佛教辩经与逻辑思维如今受到全球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也是土伯特文明对世界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8月23号在驻新德里新任代表吉梅次仁的陪同下，应邀出席了在里拉宫酒店举行的庆祝斯瓦潘达斯吉普塔博士履任西蒙加拉邦财政部长的高级别晚宴，并发表讲话。司政在致辞时向达斯古普塔博士的履新表示热烈祝贺，
并高度肯定他长期以来为公共事务所做出的贡献以及所肩负的新领导职责。司政还强调，应继续加强双方在共同关切领域的交流、对话与合作。在晚宴期间，司政边巴次仁与印度联邦财政部长尼尔马拉·希塔拉曼、联邦石油与天然气部长哈迪普·辛格普里等政要进行了互动交流。此外，司政边巴次仁还于本周一8月24号在捷克共和国驻印度大使馆会见了即将结束任期的捷克驻印度大使伊里斯卡·齐格瓦，并举行会谈。在会谈期间，双方主要讨论中国在土伯特推行的同化政策，包括近期实施的所谓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及其对保护藏人身份认同所造成的严重影响。同时就全球力量格局变化、藏人当前处境以及藏人行政中央持续坚持的中间道路政策交换了意见。齐格瓦大使重申支持土伯特人民维护和平、对话、民主和人权价值的努力。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在土伯特自焚烈士罗甘让赞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自焚殉难的第49日，藏人行政中央第17届噶夏与第18届土伯特人民议会在达仁萨拉共同举行追思祈福法会及和平游行，向所有为土伯特自由事业献出生命的藏人英烈致敬。当天为时2个小时的祈祷法会在达仁萨拉的大审法院举行。随后，藏人行政中央民主3大支柱的领导层与数千名申诉藏人从大审法院游行前往达仁萨拉的警察广场。游行队伍高呼罗甘让赞生前呼吁藏人保持团结的遗言，同时抗议中国实施的所谓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及相关的政策。司政边巴次仁在宣读第17届喀夏的声明时，向罗甘让赞及所有为土伯特自由事业牺牲的藏人表达哀悼与敬意，并反对中国在土伯特实施的压制政策，特别是近期实施的所谓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司政指出，该法包括侵蚀藏语、歪曲土伯特历史与身份等10项险恶意图，并呼吁境内外藏人抵制这一策略。同时强调，游行活动并非鼓励自焚，而失去任何一名爱国者都是土伯特自由事业的重大损失。第18届土伯特人民议会议长卓玛次仁在致辞时重申了致国际社会的8点呼吁，敦促国际社会为土伯特自由事业承担道德与正义责任，并重申了罗甘让赞自焚前最后留下的视频信息，以及介绍了议会近期开展的相关纪念行动。随后，达仁萨拉市长、印藏友好协会主席及土伯特青年大会的代表也相续发表讲话，表达了对土伯特自由事业的坚定支持。与此同时，台湾、日本及瑞士以及世界各地的藏人社区分别举行纪念活动，追思土伯特爱国烈士罗甘让赞自焚离世49日。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土伯特境内外的最新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